跨境支付通，咁我都有啲研究呢幾日，有啲興趣，我跟得好貼啊，不過都炒車。咁我大概總結下發生咩事。其實係開頭聽以為好啦方便啦，好啦開心啦，應該自己可以處理到呢啲港幣、人民幣嘅互換啊、互通，諗住掂啊，點知係唔得嘅，未係可以完全操作到嘅。簡單解釋下發生咩事先。首先南向，我講南向先啦。咩叫南向啊？即係向南啊，即係國內向香港匯款。咁就假設你有首先簡單啲講啦，你一定要係有內地身份證，即係內地居民有身份證嗰啲戶口啊，嗰六大銀行啦，先可以有資格做啊。咁你香港人你喺大陸有戶口噶嘛，都可以有國內戶口嘅，係冇資格做唔到嘅。我試過啦，係我以為得啊，我即刻走去整。咁但係咧，你可以做定一個動作，你將你個內地手機去你嗰個銀行戶口，譬如中銀，你同佢講話要做呢個跨境支付。其實有啲人都唔知咩，銀行職員都唔知咩嚟，佢都傻下傻下。總之，但係咧，你噏多幾句，你開個手機話俾佢聽，我要做呢個跨境支付。咁總之就係、其實做一樣嘢嘅啫，就係將你個銀行戶口對應留嘅手機號碼，即係你經常會留喺你留喺銀行一定有個手機號碼嘅，嗰個國內手機號碼咧，將呢個手機號碼叫佢幫你登記去人行。咩叫人行咧？中國人民銀行啊，即係發鈔嗰間，唔係中國銀行，係中國人民銀行，即係冇呢間銀行嘅，係平時你新聞成日聽嗰啲咩貶值匯率咔啦咔啦嗰個中央銀行，中國人民銀行。首先將你個手機經呢啲中國銀行啊、農行啊、建行啊、招行啊，去註冊咗喺人行裏邊先，你先至有得玩其他嘢嘅。咁我做咗呢個動作嘅，嗰日咁啱得閒出差，順便搞埋。咁喺東莞做，嗰條友其實唔知我噏乜嘅，咁逼下咧，佢就將我手機係掛咗落去銀行度做咗呢個動作㗎。咁即係其實轉數快，你要做呢個動作登記咗先嘅。咁我以為掂啦，跟住即刻試，再用手機啊喺中國銀行嘅手機 app 度，咁我諗住自己試下將啲人民幣轉翻落香港戶口啊，譬如內地中銀轉去香港匯豐或者香港中銀咧，咁整極都整唔到棘啦住喎，因為佢又要簽約嘅，有個叫做人臉識別，咁呢度永遠都棘住嘅，你點整佢都話你個身份證啊，唔係身份係錯嘅，有誤嘅。咁我 show 曬俾個銀行職員睇，佢都好啦無奈，因為其實佢都唔知做乜，都唔關佢事，因為根本就未開通。中國人民銀行政府都未開通呢樣嘢，係唔會俾香港人喺內地嘅戶口直接南向俾翻自己香港戶口，係唔得嘅。咁我哋即刻自己會嘥氣咧，咁啊即刻。我開頭唔知咩事，我以為得，一路都係得。點解淨係我棘住咧？咁我發現咧，睇咗好多資料搜集咧，係根本就未開通呢個功能，係唔俾嘅，即係只可以係內地居民有內地身份證嘅戶口先可以做到呢樣嘢。咁即係嘥氣啦。咁佢哋就即刻教你用第二招啦，咪揾朋友親戚借戶口咯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係啦，咁你哋自己搞啦。嗰啲就正常方法做咯。得唔得？我重申一次啊！香港人喺內地嘅銀行戶口，由於你冇大陸身份證，係做唔到南向轉錢落香港喎。OK，咁你暫時未得嘅，遲啲唔知得唔得啦。咁冇壞嘅，咁我就登記咗個手機先。咁有咩作用咧？咁我而家喺香港，咁我試下匯豐北向啊！咩叫北向？即係香港銀行。匯錢翻上去國內叫北向，咁我先喺匯豐度試一試係得嘅。咁你手機做到嘅，首先你開通個限額嗰啲咩轉賬限額，好簡單嘅，手指模擊一擊咁就得㗎啦。咁你最好係 lock out 去再入翻去，咁就生效。咁咧，由於我登記咗我個國內手機啊嘛，喺人行度先至做到呢樣嘢嘅。
係啦。如果你連嗰個手機銀行頭先我講嗰個冇留喺銀行嗰度咧，係連呢樣都做唔到嘅。咁就擊落去個界面咧，跨境支付咧係有經手機號同埋戶口號。咁我首先試下手機號咧，又唔得嘅喎，又唔拉比啊，唔知咩事，唔知點解。但係你入翻你個銀行戶口係得嘅。咁頭先我大概見到個匯率就係0.905啊，即係你100蚊港幣用匯豐啦，譬如匯上去你自己中國銀行戶口咧，戶口 number 唔係手機號碼係唔得嘅。咁嗰度唔緊要，總之都匯到啦，就冇咁方便啦。你要記個戶口，攞個戶口卡出嚟打，原本諗住手機轉數快搞掂啦。咁但係都做到啦。100蚊港幣對0.905人民幣。咁我而家 check 就係0.91嘅大圍，咁就蝕咗啲啲啦，0.05%啦，當手續費啦。咁好過你頻頻撲撲啊，或者找換店嗰啲咧咁乸煩，冇呢啲嘢嚟噶，唔用找換店嘅咧。咁有需要就咁做咯。咁你話仲有好多途徑嘅係嘛？支付寶香港啊、微信嗰啲其實都做到呢啲嘢啦。即係你港幣要上去使變做人民幣咁啊，好多途徑啊係嘛？唔一定要用呢個嘅係啦。咁其實我自己最關注就係人民幣啊，國內人民幣點樣可以落到香港？咁呢個係比較難啲嘅嘛，一路都係難啲。咁以為今次係放寬咗，又唔係屌。咁唔係唔得，係要國內身份證啊，即係你借親戚朋友做啦，好冇？咁就大概而家係咁嘅情況嘅，得唔得？咁你話邊啲着數，邊啲唔着數啊？支付寶嗰啲有冇手續費啊？微信咧有冇手續費啊？冇喎，冇乜理嗰啲嘢，因為而家好少做呢個動作噶嘛，係嘛？咁就自己衡量下啦，自己 check 下嗰啲匯率啦，爭幾多，有需要咪自己去比較下咯，好嘛？咁大致上成個跨境支付通就係咁嘅狀況嘅，得唔得？咁我老婆仲以為得，我話唔得，我即刻試咗啦，炒咗車啦，我仲喺度怪嗰個銀行職員係咪佢唔識搞啊？唔關事，係個中央人民銀行都未批到呢樣嘢，所以咧成件事係誤會晒嘅。咁原意係唔係俾你香港人兩邊戶口自己互通啊？冇啊，冇呢樣嘢，暫時係做唔到啊。OK，好，咁可以北向，自己俾自己可以北向，唔可以南向，因為你冇國內身份證。OK，咁就大致係咁啦。咁我而家清晰咗好多啦。咁可能隨時會更新緊嘅，可能佢會有人俾意見佢話需要咁做啊。咁可能佢遲啲會開通翻啦。OK，咁啊跨境支付通成件事就係咁啦。好，暫時係咁，唔該晒。